閃的似燭光。紅色記者在街邊探訪，聲音不得已莫炸開，別要每個的得應該，莫要在高溫火燒的節奏，但愛似超速限制的出口，一秒在風中炸裂的野獸，低速對手一擺面退下。出上個高光，踩低底線面前去闖蕩。這分鐘會特登瘋狂，無視疾風來誰着了魔，狂燃在高溫火燒的節奏，能來自超速限制的出口，一秒像風中炸裂的野獸，低速對手一擺面退下。3人1人，是我的模樣。I need what you feel。不說，能來自超速限制的出口，一秒像風中炸裂的野獸，低速對手一擺面退後。狂要在高溫火燒的節奏，能來自超速限制的出口，一秒像風中炸裂的野獸，擊中對手一下便要退下。你支持我哋 CIS 啊！加油！这！